大家好，我係老周。哇，今日我喺一個戶外嘅地方錄音啊。點解呢？因為今日太忙，公司冇時間錄，今日夜晚都要翻屋企噶嘛，又唔想嘈住人。今集同大家講下世外，終於睇咗啦。我比較遲先睇，好似而家票房都過咗1000萬啦。我希望呢部戲呢，票房可以高過《風林火山》。呢一期呢，又多咗幾部港產片嘅。咁啊，嚟緊呢個禮拜就上金童啦，仲多咗部港產片叫做《像我這樣的愛情》，3級片嚟嘅，主演係陳家樂、陸子瑜。吸引我嘅唔係呢部戲嘅題材，係個導演。導演係譚慧晶，好嘢嚟嘅呢個。好啦，講翻世外先。未訂閱我頻道嘅朋友，麻煩撳個訂閱掣，我有新片出，你即刻收到消息啊嘛。中意我呢條片嘅，俾多個 like 我添，或者講下你對世外嘅意見啦。未入場睇世外之前呢，嗰啲電影內容簡介呢，我盡量避免唔睇嘅，因為我係一直揾緊個理由去入場啊。首先，我睇過條 trailer 呢，我覺得佢啲畫工真係麻麻嘅啫，而且我見佢啲格數係可能每秒15格、18格，人同景都做得好粗疏，所以佢上映之後呢，我就等下啲口碑先。咦，見佢票房走勢幾好喎，都有唔少人談論呢部戲。咁好啦，咁我入場睇啦。睇完發覺佢嘅技術真係唔係太好，因為大部分採取手畫嘅方式。如果呢套動畫放喺30年前、40年前，一定爆啊！佢嘅故事我覺得係非常好，佢呢個題材仲有好多發揮空間啊！睇完之後呢，我即時諗一諗，點解作者或者個導演啦、製作人啦，點解佢哋願意用呢種方式，真係揼石仔嘅方式去講呢個故事呢？明明係 3D 或者你用多啲電腦去繪畫，或者好似《男兒當入樽》電影版咁樣 3D 同 2D 結合，尤其是世外呢個題材，一大部分係一個虛幻嘅世界，係可以創作好多想像空間出嚟嘅。而家出嚟嘅效果，個觀感就係一個公仔雙公仔畫咯，因為你用傳統 2D 手畫嗰種方式啊嘛，即係人有人做，個景純粹係襯托，咁你個景係一幅畫嚟嘅啫嘛，佢只係將嗰幅背景跳 up 跳 down 或者左右 plan 或者 zoom in zoom out 都係一幅畫嘅背景，轉場景就轉另外一幅畫，畫面嘅移動唔同嘅角度，畫翻嗰個角度嘅人出嚟，咁樣做呢，你嘅創作係好局限啊。如果你係 3D 先咁計啦，你個 modeling 360度噶嘛，起好咗你個 character 之後呢，你係中意將佢擺成任何角度都得噶嘛，你個背景都係點樣角度呈現都得噶嘛。咁做你個鏡頭就好靈活啦，你會呈現更加多嘅細節出嚟。而家睇起上嚟咪似以前啲卡通片咯，加上你嘅人物設計好多都係偷雞嘅，你冇嘴噶嘛，咁你配音咪方便咯，唔使對嘴型，係嗰啲真人角色有嘴嘅啫。好多時佢哋講嘢口都唔係喐好多啊嘛，都唔係對足晒嘴型啊嘛。黑天最多嘢講噶啦，頭都冇埋，都費事畫啊。個問題係而家睇就會覺得啲對白好生硬啊。你當有陣時我哋細蚊仔睇嗰啲卡通片冇問題嘅，我哋習慣咗嘛。但係而家啲小朋友就唔覺得係咁噶啦嘛。嗱，如果你係採取一種懷舊風味嘅話呢，即係宣傳上你都提下啦，呢種係舊式嘅做卡通片嘅風格，咁可能係一種策略嚟嘅，即係好耐都未睇過呢一種嘅動畫大電影啊。入場睇一個15格、18格嘅效果係點嘅呢？即係講笑啦，呢樣嘢唔係你哋嘅賣點啊。但係你個海報咧，你見到啲人又冇晒狗牙嘅，因為我知道嗰個動畫師話佢係用蠟筆畫啊嘛。咁你海報你用電腦畫翻又奇怪，不如你將海報都係手畫啊。即係呢一種呈現出嚟嘅舊式畫風，可能會變成一種新風格呢。嗱，所以呢，我係好難入戲嘅。一開始睇呢部戲嘅時候，我差唔多睇到中段，臨開始第一場打鬥嘅時候，我先至開始入戲，就係因為你用呢種舊式嘅做法，令到影響咗你講故仔。譬如冇人物出場嘅，你啲角色每一個人物都唔係好特別嘅啫。不過好彩你啲對白寫得唔錯嘅，冇乜廢話。整體呢，我覺得個觀感係有一流嘅意念，有好嘅故事，只係你用緊一個好 low budget。其實我相信你係冇乜 budget，甚至呢個製作團隊願意花7年嘅時間去做呢部戲，呢樣嘢我就好欣賞啊！成部卡通片嘅製作，你買一套 Adobe 翻嚟，
即係你用 Illustrator， 你用 Photoshop、Premiere、After Effects， 你做晒㗎啦。仲有 Audition， 你做晒成部戲㗎啦。其實有冇一班人願意去揼石仔揼一部電影出嚟㗎咋？而呢個動畫團隊，我唔知有幾多人，都唔會多啦。你哋揀咗一種最 low tech 嘅方法，我相信你哋一定考慮過 3D 啊，考慮過其他技術嘅，或者全電腦繪製。我好想知道有咩驅使到你哋用呢種方式去做呢？你要做好長時間嘅喎，即係你哋係幾瘋狂。因為作為創作人、製作人，你哋一定係諗最好嘅方法去講好你嘅故事㗎嘛。會唔會其實一開始你哋係冇計算到要用咁長時間呢？冇乜 plan 嘅啫，只有一個藍圖。總之唔理，做咗先啦。咁啊做下，點知做咗7年啦？係咪咁呢？係嘅話，我真係佩服。而家睇可能喺技術上唔覺得係啲乜嘢，但係呢個我諗係我哋細蚊仔嘅時候啦，我哋一個夢想嚟嘅。細個嘅時候係好想自己親手畫一部動畫，我哋冇諗過而家會有人將佢實現咗出嚟。因為而家啲技術都超越晒啦，一電腦撳個掣，咁你咩效果都有啦。嗱，我知道個製作嘅一啲 background 嘅，但係我唔喺度講啦，即係啲觀眾自己去發掘啦。因為知道一開始你哋唔係長片嚟噶嘛。Anyway， 睇到而家個票房係好嘅，即係觀眾係受落嘅，我都戥你哋高興。而且坊間嘅 YouTuber、KOL 都談論緊呢部戲嘅故仔。佢嘅中心思想要大家放下、放低執念。呢個團隊相對用較低嘅 budget 同技術去講一個道理。我知道好多觀眾都俾你嘅情節感動到，包括我。開頭我覺得我係未入戲嘅，但係睇下呢，漸入佳境。咁當然啦，因為我覺得都係成本嘅問題，好多地方未能夠盡善盡美，人物出場應該花多啲心思。而家嘅做法，戲劇效果唔夠嘅。第二係小鬼第一次認識小妹，佢哋感情點樣升華到佢哋會有呢個千年之約呢？因為小鬼佢冇人嘅感情㗎嘛。咁我哋睇到佢一開始對小妹嘅好奇啦，亦都有佢嘅心聲去表達人嘅好奇啦。為何佢會同人之間嗰個約定經歷咗咁多世啦，小鬼依然可以守住個承諾，奮不顧身咁去幫助小妹投胎，甚至乎到最後佢可以犧牲自己。成個故事線好感人嘅。觀眾唔好怪我穿橋呢啲，即係其實我講咗你哋都會睇㗎啦。如果中意係咪？即係唔好意思啊，有怪莫怪。小鬼係一個好出色嘅角色嚟嘅，但係我覺得佢同小妹之間嘅成長，佢每一世都去幫佢嘅時候，佢為咗乜嘢呢？佢之間一定係有啲感情嘅掛鈎喺度嘅，而係佢嘅設定原本係冇感情㗎嘛，應該就係我覺得佢同小妹之間如果多翻啲火花，咁就更完美㗎啦。不過而家都好精彩㗎啦，睇得出每個細節對白都琢磨咗好耐㗎啦。個故事背後講個咁大嘅道理呢，所有觀眾都睇得明嘅，亦都係編劇叻嘅地方，運用大眾都容易吸收嘅情節去表達呢種執念。咁好多人都明嘅道理，但係好難做㗎喎。現實要學識放下呢，係好難嘅。即係孔子都話：以德報怨，何以報德呢？人哋打你一巴，你係咪可以唔還手呢？我年輕嘅時候呢，我覺得我係與世無爭嘅，但係慢慢受到社會嘅薰陶底下呢，慢慢長大呢，就唔得噶啦，我就越大越偏執噶啦。我都係凡人嚟嘅啫嘛，我相信好多人成長都經歷過啦。我唔反擊咪顯得我好懦弱，真係去到好憤怒嘅時候，我邊度撳得住啊？但係而家睇呢部戲呢，個心態又覺得唔同咗，好多以前嘅執念其實都放低晒。可能以前自己唔肯放過自己啊，依然要維持一種所謂嘅原則，要同人對抗嘅信念，就係因為呢啲信念，就係因為呢股精神，我先可以維持到自己落去啊嘛。但係呢部戲話俾你聽，就係要放低咯，就好似鄭中基嗰部阿龍咁樣，為咗同阿女報仇，不惜拋棄埋周秀娜，都要走入間房揾翻個仇人出嚟。套戲咪唔通咯，冇理由拋棄周秀娜噶嘛，真係。世外嘅故事真係有意思好多，唔知有冇機會拍續集？如果拍續集嘅話呢，有故事嘅啲老細識做啦，應該投啦啲咁好嘅戲。
試下做個 3D 版，唔係話要做到迪士尼嗰啲水準嘅。我真係好想睇下你哋呢個團隊用最新嘅技術做出嚟呈現嘅效果會係點，相信係更加精彩，主角嘅情感會表達得更加好。好啦，今集就講住咁多啦，希望香港以後有多啲動畫作品出現，咁就好啦。而家講完可以返屋企啦，Jollibee都終於醒咗啦。咁多位多謝晒，拜拜。